天晚上做了一个预言梦，这个周末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会下雨哦。啊，哆瑞咪精灵，你怎么这样？我们好不容易约好出去玩哎。不是啦，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做梦啊是现实的相反，所以那一天一定不会下雨。不对，我做的是预言梦哎，所以啊天气会变冷哦，大家一定要穿外套。吃到会寒，要记得做外套。吃到会寒，要记得做外套。阿迪古啊，你该不会是相信哆瑞咪精灵说的话，要我们穿外套吧？对啊，我刚刚说吃到会寒，要记得做外套，意思就是觉得会冷，要记得穿外套。而且哆瑞咪精灵，我记得他是预言世家，所以他的那个预言梦应该很准吧？怎么可能啦？你们看，外面太阳这么大，每天都这么热哎。我也不信，叽里呱啦精灵，赶快打开电视看一下气象预报。没问题，叽里呱啦。这周会播出我最喜欢的《小不点历险记》。什么时候播啊？叽里呱啦，哆瑞咪精灵，我们打开电视是要看气象预报，不是跟你讨论这个的啦。对哈。气象预报讲，天公日天时会转寒。气象预报讲，天公日天时会转寒。意思就是气象预报说明天的天气会变冷，所以哆瑞咪精灵的那个预言梦好像是真的哎。没错。真的有那么准哦？就跟你们说了吧。所以记得做假意两三。记得做假一两三，意思就是记得多穿一件衣服。好，知道了啦。那我们就不要去公园野餐啦，我们改去室内好不好？我可不想淋成落汤鸡耶。好我们就去逛百货公司，也可以去甜点屋。好，对，那我要去吃冰淇淋。我就说会变冷了。对吗？吃到会寒，要记得做外套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觉得会冷，要记得穿外套。气象预报讲，天公日天时会转寒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气象预报说明天的天气会变冷，记得做假一两三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记得多穿一件衣服。今天教各位的课语有没有都学会了？学会了，很强哦！天数大声音传说，悠悠给魔法族进入爱心给小朋友，讲座的亮珠，魔法族你恩用办公，悠悠溜溜悠悠就会实现谢谢梦想。假使乃有魔法族，乃小朋友世界66度。假使乃有魔法族，说把蝙蝠剑比都空洞。带出金字塔，把你给铁塔变成佛塔。只有无神抓蓝色，你不给富士山求求你嘛。魔法助你台上听从，悠悠溜溜悠悠，魔法助你看看老丑，悠悠溜溜溜，魔法助你傻傻的丑，悠悠溜溜悠悠，就会实现那个梦想。假使乃有魔法族，乃小凡有世界66度。假使乃有魔法族，走得比上天慢来看看啊！万里冲上冲能摸着，喜马拉雅山冲爬特谷，喜拉升天冲期盼，南极北极冲台北球。魔法助你多变
来过，悠悠溜溜悠悠，魔法祝你水上乐